大家好，今日繼續煉金術，我哋繼續煉金術。煉金術咧，我哋今日咧就講第一個層面，就叫物質層面。物質層面煉金術物質層面會又好抽象啦，係咪？唔通我哋講 chemistry 咩？講化學咩？係咪？講又話咩 H2O 係水咁樣嗰啲好科學化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想介紹下嗰個煉金術嗰個基本嗰個原理。原理咧，佢哋咧以前啲人啊，佢源自咩？煉金術古埃及嘅，古埃及好犀利嘅，好多時你見到埃及佢嗰啲幾何啊，即係嗰啲金字塔咧嚇，就有存在啦，又有嗰啲木乃伊啊，係咪？即係嗰啲嘢好鬼物理同埋化學嘅係咪？佢都能夠做到到今日都成為一個謎，去破解唔到咁樣，好得意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個煉金術咧。喺物質層面嚟講咧，佢哋就係用一啲嘅能夠採集到嘅，譬如植物啊、礦物啊等等嘅嘢，都會做到啲嘢。譬如中國古代咧，你聽嗰啲術士啊，由嗰啲道士整嗰啲丹啊、煉丹嗰啲咧，揾嗰啲水銀銅啊嗰啲嘢嚟煲嘅，佢啲其實都係煉金術嘅形式。佢重要嘅地方係咩咧？有3個層次嘅，一個就係話將啲物質分解咗先。分解拆開晒，咁好多時個形式係燒到佢盡晒變成灰咁樣嘅，或者燒到佢變咗形啊，變咗唔同第二種嘢咁樣。第二種咧分解咗之後咧，第二種就分類，拆開咗啦，散咗啦，之後分開唔同嘅類別，佢哋認為啦佢哋認為呢個類別係大家能夠組合嘅。第三咧就叫組合，將啲抽咗嗰啲佢哋認為精華嘅好嘅部分抽翻出嚟，就成為一個再組合，咁就出現一啲有用嘅物質，佢哋稱之為煉金術。當然啦，古代啲人咧曾經有個諗法就係呢啲係變到黃金添，有啲傳說有啲粉紅色嘅粉末燒變成黃金咁樣。咁呢啲到今日我哋現代人睇嗰個科學嘅化學嘅方式，就唔會有呢事啦，咁但係咧喺嗰個諗法個原理上面就係將唔同嘅物質重新再去蕪存菁，提煉咗精華，再組合翻，咁成為一個新嘅一個物體。咁呢個就係物質層面嘅煉金術。好，咁我下次咧介紹喺心理層面煉金術，睇下點樣解。